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也是真寒。到拜三温度会回升，不过拜六礼拜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。气象专家讲，这有可能会甲寒流顶级，为落暝甲初一这2天温度可能会上低。 8月上半的日子，各地日时温度拢伫咧20度以上。不过今仔日、明仔载2天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再加上辐射冷却，北部加东北部也是真冷。西北部早晚温差较大，拜三开始冷气团减弱，温度回升，不过升无多。周三开始，大陆冷气团会减弱，气温会回升，各地早晚气温仍凉，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。周三以及周四这2天，东半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，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。到拜六，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。 过年前就可能有第一波寒流，温度会降到10度以下。上寒的时阵应该是伫咧过年夜一直到正月初一。不排除有可能会到寒流，西半部一直到东北部的这个空旷地区其实它夜晚的低温就会有掉到10度以下甚至会出现这种6到8度的这个低温的可能性。直到透早5点外，合欢山又开始落雪，规粒山头就敢若是绣一片白色的糖霜。 有真侪游客来遮看雪，尤其是上雪楼变做规片的白色世界，尤其翕到迄当阵的情形。合欢山从今天清晨5点多开始下雪到现在，目前的温度是0度，呼吁上山的民众应注意行车安全及做好保暖措施。真侪游客来到合欢山看雪，警方出动大批警力来维持交通，大家做伙比爱心翕这个可爱画面。 气象署讲，今仔日、明仔载2天水汽变少，较袂落雪。到拜三、拜四，中山分黑通过，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可能会落雪。5点到松雪楼积雪厚度大约10公分，铲雪车已经作业完毕。警方在此呼吁驾驶人要小心慢行，不要逗留水晶宫路段。 最近因为天气冷，统计全台湾非创伤到医进前心跳停止，18一天就52人。上述提醒是大人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早起起床的时阵动作较慢嘞，骹手按棍仔拢穿小了才起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